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有媒体报道说胡适整个的增加了14万亿的市值 ，A 股股民人均赚2万，20%的股票涨幅超50%。说统计这个万德数据发现他说今年 A 股翻倍股票高达311只，咱们胡适一共只有5300只股票，涨幅超过50%的有1100只，大约占到 A 股的20%，也就是1/5的股票涨了50%。就按照这个算法今年收益率涨超50%的人应该有不少。剔除2025年上市新股之后A 股今年总市值108万亿，而去年年底市值只有94万亿。2025年就是截止到现在就是这个咱们的市值增加了14万亿。按目前股民2.4亿人计算，今年股民人均赚5.87万。根据权威数据统计个人投资者持股占33%，今年以来市值净增14万亿，意味着个人投资者净增4.7万亿。2.4亿股民计算，今年以来股民人均净赚2万元。也就是如果你今年赚了2万元以上，你就是干及格；不到2万元，那你就没有及格。应该这样的拖了后腿。各位这个金融消费者自己对照一下。如果按照这个百分比算的话，就是你如果今年赚的钱没有超过15%，就是跟去年年底比你的市值如果没有增加15%，那你也是拖了后腿。我记得这个专家一直在鼓吹，对吧？把这个胡适搞到4000点，让胡适涨起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一旦胡适涨了，对吧？这个金融消费者收入多了，盈利了，那么就能带动消费，刺激消费。这个有很多专家都言之凿凿对吧？股民在胡适一赚到钱，他马上就消费去，这样咱们的消费就能得到提振。从这个年初到现在，胡适涨了600多点。这个刚才也算了股民人均赚了2万多，那消费好了吗？7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是5.7%，前值是6.8%。咱们整个社会社零数据同比增长3.7%，前值是4.8%。这是这个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策端短期叫拖而不举，消费不振。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除了出口有反弹，7月份的投资、消费、工业生产、地产销售、PMI、信贷等大部分数据均不同程度的放缓，尤其是消费连续2个月回落，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单月同比罕见转负，地产投资与销售跌幅扩大，新增信贷规模20年后再度转负，本质上还是内需不足，预期偏弱。也就是胡适增加了14万亿，对这个解决通缩，对刺激经济、刺激消费没什么卵用，该疲弱的还是疲弱，该通缩的还继续通缩。这些金融消费者这个不讲武德，赚了钱呢他也不去消费，对吧？搞得这些5星级饭店都纷纷出来摆地摊了，搞得北京市的这个1600多家规模那个住宿企业居然上半年平均就赚了4万。那这么一算的话这个数字还是挺吓人的。为什么呢？也就是上半年股民人均赚2万，但是一个投资那么大的一个这个饭店就是住宿企业才上半年赚4万，或者2个股民上半年一炒股赚的钱就抵得上一个规模以上的这种饭店它的盈利。那也就是说胡一进老师一个人就顶得上半个饭店，对吧？怪不得开饭店的都要倒闭整个7月份在消费端这个继续回落，以旧换新政策效果减退，文化办公用品、家具、汽车、家电等消费增速回落较多，餐饮收入增速维持低位，餐馆都在赔钱所以说中国的这些专家到底靠不靠谱呢？胡适到4000点到5000点牛市消费就能起来。我在以前就说了如果你要是刺激消费的话，你拿钱到胡适去刺激，你还不如给每个人都发点钱。我们再看看这个骗局这个澎湃新闻有一个报道叫养老项目爆雷，数百老人上亿积蓄被卷。
说湖北一重点养老项目被列非稀，数百老人善意积蓄被卷。近日，记者接到几位信阳老人求助，他们参与投资的武汉楚悦集团泉水寨养老项目暴雷，公司被列疫后市场就失联了，数百家庭3亿元养老钱讨要无门。大家看视频啊。一次开一次费的发1把面条2把面条都那样，光信阳的老人都是上亿，泉水寨投资公司很多老人呢都是因为钱都投进去了，有病都没钱治，都去世了。通过检查，我的眼已经是抑郁沉积，现在眼快瞎了。22年年底12月份，在信阳万家灯火泉水寨的分公司参加他的会，宣传这个在湖北省大悟县建养老院。养老院都是那服务质量都是一流的，吃啊玩啊娱乐啊，有病了看医生啊，都是第一时间的看。放钱多少住养老院挂钩，他就是选择房间有这个优先。他这个养老院你去过吗？你见过吗？养老院跟他们一块去过，那都是盖的是毛坯般。我看过无数次啊，封顶是17年封的顶，烂尾楼了吗？现在是。我那山是我买70年，水库是我修的，水库里面的那个吸线女是我安装的，我要装成4星级，领包入住。看他那营业执照啊，那个政府办的呀讲的，我觉得应该可以信，然后都跟着投了。22年12月底到23年3月份，这总共投了24万，我妈的投资13万，除了自己生活必须开销的，其余的钱全部放在里面。本来说是1年期，你要到时候不想住呢，都给退给你，订的合同都那写的。第一个时间是2023年12月底，他都没按那协议兑现，然后公司都关门了，我都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头了，感觉到受骗了。4年才暴雷案，立案了以后他叫大家去登记嘛。他没有说，什么都没说，就说我们的工作也一步一步做呀。信阳大概有多少这个老年人被骗了呀？600人左右吧。被骗的资金1.12亿，从23年到现在过世的有5个人了。放下尊严有赌上性命，千金已散尽，只换来一张空头支票。年少时候豪言壮语，许下承诺，积攒半生人美故事值得诉说。最后一天许下的心愿是你不要再记得。这个公司是孝感市大悟县的一个公司，主阵地在他们那儿，具体情况你还了解那边的情况？您拨打的用户忙，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dial。我们现在不光立案了，现在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由于我们这个社会啊，现在进入了这个叫老龄化、银发经济啊，所以关于这个养老这个骗局啊，那也是应运而生啊，五花八门。这个骗子的花招啊，这个虽然形式上是各种各样的花样翻新，但是它本质啊就是庞氏骗局啊，给予这个小恩小惠，对吧？吸引这些老年人加入。你贪他的那点小便宜，他看中的是你的本金，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啊，对吧？它的内核就是庞氏骗局，就是一个水池子，对吧？进来的水多，出去的水少，这样等到这个水池子蓄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些骗子一把钱就卷走了，消失了，然后暴雷。这种骗局啊，什么时候暴雷？这个不好说，对吧？这个操盘的人呢，他有的时候是根据实际情况，就是他要这个利益最大化。对吧？什么时候这个池子里面蓄的水达到最多的时候，有可能就爆雷了，一夜之间啊就消失了。也有可能是它这个池子的水啊，从一开始就蓄不满，对吧？蓄一点就放一点，这钱就被它掏空了啊。然后它只要维持这个水不断，直到有一天啊，这个进来的水少了，出去的水多，这个池子突然就干了，水断了，就爆雷了。很多人去准备提款，很多人要去兑付的时候兑不了，那就爆雷。我们再看看胡一静老师啊，这个胡一静老师啊，很显然啊，这个恐怕赚的是不止2万呢。尤其是最近，胡一静老师应该没少赚，因为胡一静老师现在对这个很多评论啊，已经开始显现的这个人性啊，是越来越少了，对吧？流露出更多的是社团属性啊。和他的这个叫什么宣传员的这种底色。你比如说啊，这个最近比较火的就是双普会嘛，特朗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啊，有人发了2张对比图啊，就一张是泽连斯基在白宫，对吧？遭到这个特朗普的指点，特朗普教训这个泽连斯基，这是一个画面。然后在这个阿拉斯加，特朗普和普京啊，2人站在红地毯上，
普京对特朗普指指点点啊，特朗普面带微笑。按照这个施瓦辛格的说法，说特朗普像极了一个小学生，等着他的偶像给他签名。哎，这是一个画面。然后很多人把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说啊，这个世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确实啊。然后这个胡锡进老师就把这个转发，他评论到啊，他说想开点吧，都是实力。短短的8个字啊，一下就道尽了胡锡进老师这个宣传员的底色啊。什么叫宣传员呢？他是根据需要，对吧？他抛开这个事实本身他不谈，他是根据这个需要他去评论。按照胡锡进老师说法，那就是俄罗斯的实力远远强于这个乌克兰，而且俄罗斯的实力足以让特朗普这个畏惧，对吧？或者是不敢掉以轻心，所以普京可以对着特朗普指指点点，特朗普可以对着这个泽连斯基指指点点，这都是实力的表现。就是按照胡锡进老师这个逻辑啊，或者他的这个认知啊、价值观，你弱小就是原罪，挨打也是活该。也说来说去就是还是丛林社会那一套啊，就是拳头硬，那就是真理。那哪有什么文明不文明啊？真平就是公平正义，那更谈不上，对吧？就是实力，实力就是硬道理。你弱小，对吧？你就不要反抗了，对吧？你挨打要立正，挨打要多从自身找原因，对吧？你为什么不主动靠近俄爹？你为什么不从了俄爹，对吧？你为什么要反抗俄爹？你为什么要跟俄爹过不去？对吧？你这个乌克兰，你像白俄罗斯那样不挺好的吗？对俄爹言听计从，对吧？跟着俄爹后面混，你白俄罗斯怎么不挨打呢？白俄罗斯也很弱小啊！哎，这就是胡锡进老师的啊这个逻辑。哎，按照他这个逻辑啊，那是对吧？90年前那大国为什么不从了日本呢？像汪精卫那样呢？为什么要抗战呢？投降不就完了吗？投降不就不挨打？对吧？我们为什么亚洲人要打亚洲人呢？让白人看着笑话，对吧？我们亚洲人不要内斗啊，不要互相伤害。我们亚洲人要团结起来，对吧？跟着白种人干。哎，这么说也有道理啊！啊，这就是胡锡进老师这个逻辑啊。这么说的话，胡锡进老师他这个时候他不应该反日啊，就是对吧？一天到晚纪念什么日本大屠杀、日本侵华，过几天啊是咱们要反法西斯什么胜利多少年，胡锡进老师又得激动一会儿啊，对吧？又得鼓掌。那个时候的中国不是很弱小吗？那按照胡锡进的说法，那就是对吧？凭实力说话，你挨打是活该，应该放弃抵抗。胡锡进老师啊，他明明是生活在21世纪，对吧？但是他的潜意识啊，还是在丛林社会，把人呐已经退化到动物。然后胡锡进老师再一次评论啊，他说这个阿拉斯加峰会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普京成功说服特朗普接受了他对乌克兰和平进程的观点。这个咱已经说过了啊，普京对乌克兰和平进程的观点，以及普京啊他的所谓的和平协议，本质上就是乌克兰无条件投降协议。而不是这个俄罗斯啊，首先停止暴行的这么一个协议啊。俄罗斯首先停止暴行啊，实际上就是先停火，哎，这就是区别啊。所以普京坚持的就是乌克兰你先投降，因为让俄罗斯停止暴行，胡锡进老师说了啊，说这个往往行不通。啊，这基本是普京的一贯观点，说普京要求消除导致战争的根源，这就好比啊，这个我举个例子不一定恰当啊，这就是强奸犯啊，说要求消除导致强奸的根源，这导致强奸的根源什么呢？就是女方长得太好看，你这个啊导致强奸根源，你是从自身找原因啊，你为什么打扮的花枝招展呢？为什么穿着这个对吧？这个超短裙什么的，你为什么不把自己搞得蓬头垢面的，对吧？消除强奸的这个根源，那就是女方长得好看，这就是原罪。然后这个胡锡进老师啊，他说啊，特朗普啊跟普京见个面啊，说特朗普说话就带上了俄腔，他说这肯定令欧洲盟友们在心里非常愤怒。英法德等多国领导人周六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一面赞赏特朗普为制止俄乌冲突、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努力，但同时强调了会继续强化制裁以及更广泛的经济措施，并表示俄罗斯无权否决乌克兰加入欧盟与北约的进程。最后啊，胡锡进老师啊，他在最后他这评论挺长的啊，他说乌克兰和平如果能够实现，一定会是皱皱巴巴的，因为一方满意的地方，另一方就会感到失望。不过事到如今，老胡个人倒是愿意看到特朗普最终能够成功，无论俄罗斯和乌克兰谁多让一点，谁少让一点，但和平终究是个好东西。战争已经打了3年半了，该结束了。我说胡锡进老师啊，他不愧是一个对吧？社团培养出来的这个宣传员呢，即使退休了，对吧？还在这个高标准、严要求啊，自觉的啊进行宣传。这胡锡进老师，你看他这个观点啊，似乎他是站在和平这一方，对吧？是和平。那支持和平，俄爹从乌克兰撤出去，这俄乌战争就结束了，和平就来了。
胡锡进老师啊，站在这个和平的这个道德制高点上啊，一面假惺惺的表示啊，和平终究是个好东西，却丝毫不提和平的代价和前提。他所谓的啊皱皱巴巴的和平，实际上是在为俄罗斯对领土的吞并和对乌克兰主权的侵害在为他开拓，对吧？真正的和平啊，必须建立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也就是泽连斯基强调的啊，公正的和平，而不是投降的和平，不是通过牺牲乌克兰的利益来换取的暂时的停火。这胡锡进这种啊，说无论谁多让一点，谁少让一点的这种论调啊，他整个的看上去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啊，尤其符合咱们这个大国啊，咱们这种文化中庸嘛，对吧？互相都让一步，你让一点，他让一点。按照特朗普的说法，那就是领土互换。但是胡锡进老师啊，他又对吧，在混淆视线，转移矛盾。无论谁多让一点，谁少让一点，领土互换都是拿乌克兰的领土再多让一点还是少让一点。也就是这个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说的，对吧？俄罗斯就像鳄鱼一样的，他叼着你的一条腿啊，你是丢一条腿呢，还是丢2条腿，还是整个半拉身子让他吃掉，这么点区别，对吧？无论谁少让一点，胡锡进老师看似啊是比较这个中立，实际上多让少让都是指乌克兰的领土。特朗普说的领土交换，也是拿乌克兰的领土换乌克兰的领土。说来说去还是乌克兰无条件投降，所以胡锡进老师这一套啊，这个看似是太极啊，实质上是在为侵略者辩护，是在让乌克兰接受被占领土永久丢失。这种和平啊，它根本就不是和平，它就是虚假的和平，是为仇恨，对吧？为未来的战争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啊。案结事没了。我又想起了这个武汉大学图书馆那个性骚扰案，对吧？武汉的法院判决这个性骚扰不成立，咱们的司法系统啊是追究这个案结事了，你这案子是结了，但是事没了，事还大了。所以这种和平啊，这种和稀泥式的和平，这种绥靖的和平，实际上就是案结事没了，是对侵略的妥协和对受害者的一种背叛。所以这个胡锡进老师最近恐怕在胡适啊没少赚钱。这胡锡进老师只要一赚钱，钱一赚多了，他这个人性啊基本上就把人性给掩盖住了。这个本来胡锡进老师啊残存的一点人性的光辉啊，就被那个铜臭啊，对吧，整个的给他覆盖住了。钱越多啊，对吧，这个覆盖的就越厚，覆盖的就越彻底。所以胡锡进老师的言论啊，以和平为幌子，实则在为俄罗斯的侵略张目，对吧？胡锡进老师核心逻辑就是典型的强权政治思维，漠视乌克兰人民为自由和主权完整付出的巨大牺牲。胡锡进老师不仅缺乏对国际法和道德的尊重，还通过选择性的叙述啊和模糊焦点转移视线，试图误导这个网友啊对俄乌冲突的本质的判断，貌似中立，实则偏袒侵略者的论调，不仅站不住脚，更是对公平、对正义的一种嘲弄啊。所以胡锡进老师他标榜的和平啊，不过是披着道德外衣的这个绥靖主义，令人不齿啊。总体上啊，就是俄爹一切都是对的。胡锡进老师甘于啊为俄爹辩经呐。依我看啊，胡锡进老师马上就要挨他俄爹的大耳光子了。胡锡进老师难免啊有这个热脸啊贴俄爹的冷屁股的意思，因为这个俄爹历史上一直就是反复无常啊，爹的伤害啊那是历历在目，对吧？可以说叫罄竹难书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